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历代志下卷20章第5节到12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动。昨咱有讲到，要有别个神会通来甲上帝相比拼，因为安尼咱知无有人会通阻挡上帝。咱大先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伫因出埃及的情形。照着出埃及记第7章到12章所记载10个灾难的经文，法老王伊想要对伊所崇拜的诸神，遮所有的神的能力来阻挡摩西所介绍迄个耶和华上帝，但是无想到法老王所请出来的神明，每一个神明一个一个拢拜顶落来，因为呢，法老王对伊所崇拜这个道神的宗教基础来看摩西的上帝，伊掠做讲伊所崇拜的神明的能力有够也来阻挡耶和华上帝，这一个上帝的能力。所以，伊就一个一个请伊所崇拜的神明出来，甲摩西的上帝来对阵。但是，却无想到摩西喙中这个耶和华上帝，却是会通用一个当百的，无有人，应该是讲无有偶像，还是无有神明会当来阻挡伊。伫以色列的历史的过程的中间，咱嘛一摆搁一摆看到上帝的作为，也看到这个传统宗教的偶像根本就无法度甲上帝来比。但是遐个偶像的崇拜者，却是想尽办法要来阻挡上帝的作为。历代志下卷20章第5节到12节。安尼记载，因甲耶路撒冷的人民聚集伫圣殿新的园内底，约沙法王徛伫因的面头前，大声祈祷讲：上主，阮祖先的上帝啊！你对天顶统治地上的万国，你有大气力。有大能力，无有人会当抵挡你。阮的上帝啊，当你的子民以色列迁徙到遮的时阵，你赶走着这个所在原生的子民，将这个土地赏赐予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永远来归属伫因。因一直住伫这个所在，也起做着圣殿来荣耀你。因知，如果有灾难临到伫因，处罚伫因，好若亲像战争、瘟疫、饥荒等等，因会通到伫这座会敬拜你的圣殿内，徛伫殿前，因会通伫灾难的中间。你来呼叫，你就要听因的祈祷，来救赎因。现在阿门人、摩押人以及以东人来攻打阮。早前阮的祖先对埃及出来的时阵，你毋准因来侵入遐个人的土地，所以阮的祖先就死过。无有消灭因，现在因竟然安尼来报复阮，
因要对你所赏赐阮的土地来将阮赶出去。阮的上帝啊，求你来处罚因，因为阮无有能力来对抗攻打阮的大军队。阮毋知要怎样办，阮只有来仰望你。也对经文看见，咱知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伊赏赐怜悯予所有军队伊的人，伊抵挡遐个骄傲的人，伊互阻挡伊的人拢失败，互遐个军队上帝的人会通来倚靠上帝，来抵挡这个强大的力量。保罗写予加勒泰地区基督徒的批中间嘛是安尼咧讲，但是保罗嘛却伫这个所在提醒基督徒都爱服从上帝的真理，特别是咱看见伫加勒泰地区的基督徒，因所面对着是传统宗教的挑战。嘛面对着罗马人所强调的迄个希腊智慧迄种的学术来挑战基督的信仰，所以保罗甲因讲，恁一向拢表现得真好，是甚物人阻挡恁，互恁无搁再服从真理呢？这种的引诱，当然袂会出伫迄个呼召恁的上帝。俗语伫咧讲，一点点的假舞会当互规个谜团来起价。是啦，真理的顶悬是无有迄种妥协的空间。若无的话，伫言语的中间，伫思想的顶悬，伫信仰的顶悬，或者是伫行为的顶悬，拢真有可能深受着负面的影响。好，亲像咱伫现在咧看伫壮丽的通知书啦，也有济基督徒由原使用着迄个外面有一个复音复字，内面有一个文听着。亲像内容，阁有真尖字，这个尖字呢是八卦的意思，迄个讲相共音啦吼。甚至也有看过一位牧师写文章咧表彰另外一位安息的牧师，提到讲伫伊在生时阵。这个安息的牧师伫教会顶悬有非常徛伫公义顶悬的坚持，伊咧学了伊的功劳极大。这位牧师伫咧保障伊的文章的内底，上落尾写一个评价，伊用着一个词叫做功德无量。当牧师看到这个文章的时阵，心内实在是真艰苦啦，因为这是对一个牧师所写出来。因为呢，功德的思想是完全违反基督信仰的。咱真的时阵受到影响，咱却毋知。迄咱亲像保罗甲勒泰教地区基督徒所提醒甲教导的代志。保罗讲，一点点的假舞会互规原的面粉来发芽起来。保罗又搁对加勒泰的基督徒讲，但是我犹原信任恁，因为我同在伫主的性命内底。我深信恁一定袂抵到甲我有无共款的见解。只是迄个扰乱恁的，无论是甚物人，拢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兄弟姊妹啊，我若继续宣传割礼，为什么阁受到逼迫呢？我若安尼做的时阵，就算是传基督，
十字架也袂抵到正做因的头个啊！我却望遐个扰乱恁的人，家己去淹掉。诗篇13篇，上主啊，你袂记得我要偌久？到永远是无？你面越走，毋看我要偌久？我忍受苦痛，规日心忧伤，到要偌久？我的对敌高声赢过我，着到偌久？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答我，互我的目睭金金，才毋免我困到死去，才毋免我会对着讲我较赢伊，才毋免我会敌人伫我失败的时阵欢喜。毋过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阮是蒙福的基督徒，感谢上帝你赏赐救恩，求主你帮助阮坚持伫这个信仰的真理，无甲歹当行。无有妥协，互阮会当行伫主的真理道路顶悬，互阮得生命。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